在杭州亚运会闭幕后不久，万众瞩目的另一场盛会又开始了。杭州第4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天晚上就在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大莲花里举行。心相约，梦闪耀。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今天晚上就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大莲花里胜利举行，大家都沉浸在爱薰的海洋当中。其实，我想大家通过看了开幕式以后，心潮久久不能平息。那么，就让我们期待着精彩的赛事开始吧。